唔經唔覺，我已經冇咗隻門牙近4個月。呢個月尾我會植翻隻門牙上去。諗翻起，其實冇咗一隻門牙嘅生活都唔係想象中咁差嘅啫。食麵嘅時候，食濕皮文嘅時候，飲嘢嘅時候，食香口膠嘅時候，食珍寶珠嘅時候，影相要用煙做 pose 嘅時候，有時候人生遇到啲挫折，覺得好糟糕嘅事，其實換個角度去諗，又會覺得其實冇想象中咁差。至少我冇咗隻門牙，最大嘅成就就係帶咗好多歡樂俾大家。